最近大学个人申请第2阶段的面试是正在进行当中，有部分的科系是要求学生都要准备推荐函，或者是来做是审查的内容。不过，有的家长就烦恼讲，推荐函敢会变做是一种人面的竞赛呢？有教育团体认为讲，推荐函的本质是想要为第三方来了解学生的学习也有表现，这甲推荐人是虾米人，其实是无关系。 放假期间，真侪少年人伊甲朋友相约吹踅踅。不过，对高三生来讲，最近重点是大学个人申请的1阶段面试，而且部分科系要求爱附推荐批，所以学生要找什么人来推荐，都要好好思考。 可能要稍微挑一下，学校老师可能有，但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源。因为很多人都会找他的话，就会觉得他可能比较忙，就没办法去找他，也不算是特别需要。 举例来讲，亲像台大医学系、化学系、阳明交大附属计划、屯门医学组、气候医组拢爱检附推荐批。台大管理学院要科系开放自由检附其他，帮助审查资料。有家长就烦恼，若有教授或者是更较大咖的专家来推荐，是不是含金量会比高中老师推荐较悬？那安尼未来可能会加做真的竞赛。 推荐函的目的跟性质就是推荐这个学生，他在某方面他具有研究的潜力。比如说要医学系的话，就是生物学的时候，他表现得特别突出亮眼，不用一定要什么知名的医师、校长，他跟你不认识，他写的就会非常的空泛，就完全没有加分的效果。大学教授他们在看那个推荐函，并不是看他爸爸妈妈的关系有多好，比如说他想念医学系，他一定在学校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表现，他跑去医院做志工，如果他可以找到医院志工队队长帮他写推荐函，说他非常有爱心。医学系大家都60几分，比的就是他要对待病人或未来真的投入这个行业的一个人格特质啊。 教育团体指出，找无熟悉学者，常常会得到较空的推荐批内容，对审查无好处。找到人才是重点。由大学教授指出，推荐批是想要以第三人的角度来了解学生在学校的表现甲建议，毋是审查的主要考虑，请家长甲学生放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